中国即摆经济较无加压，失业率嘛增加。一寡中国嘅少年家找无头路，转规气去摆路边摊，家己做头家，因为安尼做事嘅时间、工作时间嘛加较自由。另外，伫香港嘅少年家，因是面对厝价悬、厝买袂起嘅困境，所以香港政府即摆甲一寡饭店改做青年宿舍，要住伫遐，当年就要做200点钟嘅社区服务。认真调制饮料，亲像伫吧台工作。为远远看来，伊是伫汽车的后车厢内底。中国经济差落，失业率增加，少年人工作歹找，有人甲后车厢甲当作餐车，一旦开到倒都未到倒，直接伫路边就会当卖饮料。去洗车啊，或者说当老师啊什么的，我都干过的。但是这个疫情下来以后，可能他们需要的人少了吧，找不到那种兼职了。中国就业市场萎缩，少年人影响上大，规期改摆摊做生意，那工作时间自由，也当家己控制工时。中国青年面临就业困境，香港青年是拄着大数的难题。不过为着好这少年人有厝通住，香港政府推出饭店转做青年宿舍。Hello， 歡迎嚟到我哋嘅房間啊！房間門煞開，雖然細間，不過啥物攏有，眠床、衛浴設備、冊桌啊，想要煮飯，我哪有公用廚房？開頭就要抌成10零20萬，即係已經最 basic 㗎啦喎。咁我哋就唔想咁樣，因為如果我當咁樣出去1年生約1年死約啊嘛，哇！我諗我呢度都慳咗個首期翻嚟。大入去青年宿舍，每個月敢若4100港紙，差不多是台票16000，就會當租差不多9平的空間，比起附近的所在俗3成。相關的計劃鎖定18至30歲，每個月收入無超過2.5萬港紙，差不多10萬台票以下的人，當年都還佫配合完成200點鐘的社區服務。香港政府都是希望透過補貼解決少年人因為租金上懸無法度獨立稅厝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